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日就是接。接是咧讲一个物件，或者是果子内底的水分，像咱讲果汁、柳丁汁，抑佫有西瓜汁。另外较特别的用法，就有人讲乌汁汁，代表讲垃圾、太过阿早的意思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读做果汁，也就是用果子来拍做汁，或者是讲拍果子的机器，咱讲是果汁机。第二个词，咱读做目汁。人讲是目，或者是目水，这就是咧讲写毛笔字的时用的乌色水。一般嘛会当讲是写字印刷用有色的乌目水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休困日这个下晡，医生过甲真爽势，啉一杯果汁，刷来摕乌目来画山水画。一个无注意，目汁刷稳伤济，规张纸倒开。今日小解这一日汁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